皇上，你害得世兰好苦啊！女人爱了皇上一辈子，却在最后发现皇上从未爱过自己，甚至心爱之人还打掉了她的孩子。原来华妃企图放火烧死甄嬛，结果甄嬛将计就计，不但躲过了危险，还让皇上忍无可忍。而老四念及旧情，给了华妃最后体面，不但赐她自尽，还允许她葬在娘家祖坟。当公公拿来上路的工具时，华妃却依然幻想着皇上会网开一面。她说没有看到圣旨，自己绝不会动手，并表示自己在当年是何等的风光。纵使佳丽3000，可皇上却偏偏宠我一人。但是自从你进宫后，我才失去了所有。然而甄嬛却表示皇上对你百般疼爱，只不过是为了拉拢年羹尧而已。岂料华妃非但没有生气，反而还大方地对甄嬛表达歉意。她说曾经确实想置你于死地，但是你流产一事和我毫无关系。然而甄嬛下面的话却让华妃直接崩溃。倘若不是在你的寝宫闻到麝香，我又怎会发生流产的意外？皇上为什么喜欢你？就因为你的美貌？是说因我是年羹尧的妹妹才加以宠爱？其实你自己心里面都清楚，何必要自欺欺人呢？你胡说！你知道为什么你小产之后就没有再怀上孩子吗？你知不知道那欢宜香里面有大量的麝香？信口雌黄，那香是皇上赐给我的。甄嬛的话如同晴天霹雳一样，一次又一次地击中华妃内心最深处。她不敢相信，爱了一辈子的丈夫恰是伤害自己最深的男人。其实，当年害她流产的凶手并不是端妃，而是端妃听从皇上的吩咐才充当了黑手，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华妃诞下皇子。毕竟当时的年羹尧权倾朝野，一旦发生夺嫡之乱，势必会动摇国本。为什么？皇上对年羹尧早有戒心，他不会让你生下有年氏血脉的孩子的。而华妃的所作所为皆因吃醋而起，如果她能像其他人一样看得开，想必华妃也有一个不错的结局。但世间没有双全法，哪有不负如来不负卿？而华妃也用半生体会到爱情的苦涩，没想到最是无情帝王家这句话验证在了自己身上。很可惜，恋爱脑的华妃没能成为皇上的例外和偏爱，却充当了皇上笼络重臣的工具。此刻，绝望的华妃已经不再留恋红尘。果然，她笑着笑着就突然撞在了墙上。让人不由得感叹，华妃既可怜又可惜。随着华妃下线，皇宫又迎来新一轮的大洗牌，而皇上更是力排众议，直接提升甄嬛的位分。当然，这也让皇后感到了危机，只因她担心甄嬛会成为第二个华妃。于是，皇后策划了一场扳倒甄嬛的阴谋。这天正是册封甄嬛的大喜之日，可谢恩的朝服竟突然出现了损坏，如果想要修复，可时间上又不允许，因此甄嬛只能让内务府想办法补救。只是她不知道，管事早已经被皇后收买。前2天皇后宫里拿了件衣裳来封补，那件衣裳颇有极服的遗质。虽然不是和娘娘的这件很像，但若拿来换上，应该能抵得过。接着，甄嬛想都没想就穿上了朝服，然而正是这件衣服竟闯下了大祸。由于隔着屏风，又加上甄嬛貌似先皇后，所以让皇上误以为在梦中见到了挚爱。直到皇上看清甄嬛的面目时，才猛然发现原来是自己虚惊一场。同时，皇上的脸面也瞬间变得凝重起来。而皇上之所以会如此生气，皆因这是先皇后在大婚时的朝服。很显然，甄嬛刚好戳中皇上的忌讳，而甄嬛也万万没想到，原来自己一直在扮演纯元皇后的替身。其他的衣服就算了，偏偏就是这一件。